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欢喜甲你来做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求主将你的圣心放入阮的心，互你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心中的饱足，真正通过阮的灵来唱出乐的诗歌。至圣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新春的开工，阮伫你的面前拍开圣殿的门。主，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对年头到年底，互阮会通常常拍开门来领受领旨上帝你圣神的降临，伫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带来天顶的祝福，也互阮会通常常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你甲阮三角之地。主设使阮的心，若有哀客的所在，若有阮会软者，求天父上帝你将你各种的丰盛，用你万权能的手，互拍开阮，互阮无受到约束捆绑。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所有的同工伫今仔日，无论是敬拜赞美，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诗琴，阁有与神的聚会。主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所唱的诗歌，所共读的圣经，阮所发出的祈祷，会通互人得到造就，也互阮得到祝福。所以，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求天父上帝你降临伫阮的中间，永远无离开阮，互阮甲主你同在，以马内利福气，也互我以利的祝福，主你享受伫阮的中间。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愿你的教会真侪人领受上帝你活命的所在。愿这间教会常常有上帝你讲袂出、讲袂尽，主你的权能甲恩惠运行伫阮的中间。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你是宝座顶的上帝，你来坐伫阮的中间。愿伫你面前安静，恳求主你降临，祈祷我可所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新的一年开始，咱用感谢的心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唱这首《感谢主》。日出到日落，对年头甲年尾，上帝稳定那活水的江河，时时刻刻伫保守咱。上帝的平安是坚固的石盘，伊的应允嘛是坚固的石盘，引带咱有无比的信心。感谢主，伊赏赐喜乐，伊赏赐平安，赏赐满满的稳定。伫咱每一天、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咱做伙搁用感谢的心来唱这首《感谢主》。我最的江河，搁听
感谢主，你赐喜乐。感谢主，你赐喜乐，尤其是伫患难中。感谢主，你的看顾，常常引带赐福。感谢主，伊的保守时时刻刻拢甲咱伫地。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伫新的一年，求上帝保守咱，透白咱的重担，互咱像这首歌如鹰展翅上腾，翱翔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咱做伙来唱这首《如鹰展翅上腾》。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照我的荣美形象。
求上帝，予咱一颗谦卑的心。咱用基督的心来唱一首《一颗谦卑的心》。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个过去一年，你的恩典满满甲阮伫地。主嘛感谢你伫个过去一礼拜，互阮兄弟姊妹有一个真好的休困。伫个年节，阮甲阮厝里的人有真好的斗阵甲交陪。主，阮感谢你，感谢你满满的恩典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阮伫新的一年，要求你来保守阮的心。主啊，我们将阮家己搁一摆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得到主你的快乐，会当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嘛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保守阮谦卑阮家己，保守阮看上帝，保守阮将阮的目光拢专注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你保守，互阮有谦卑的心，独独来挖靠主。求主你保守阮的性命，伫新的一年如鹰展翅上腾，互阮头把过去的重担，搁一摆会当翱翔伫神你的国度内底。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伫遮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求圣神来引带。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是咱来吟圣诗，圣诗第35首。我心实在俄勒，请咱起立吟全首。
是咱议员徛咧用速度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课业文，课业文第37篇。无伫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米粮？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册仓。恁的天父也得饲伊。恁敢无比遐个较贵气嘛？恁啥物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伊像来挂入啊？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一外无芳质。若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结项五的时，伊所种的毋但即落花会一蕊。打山里的草，今日一地，明仔日迄伫花路，上帝互伊穿甲安尼。何况小心的人啊！所以无得挂入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恁的天父知，这个拢是恁所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遐的米拢要煞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入。因为迄个明仔日因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这是咱吟圣诗，圣诗第398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咱坐咧吟全首。
是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深深感谢你，你教示阮什么是好。你欢喜的，毋是外表看起来虔诚，是要互阮会当行正直、疼人、怜悯人、存谦卑的心，甲你做伙行。主耶稣，求你修饰阮有你的心，互阮毋但顾家己，嘛会顾别人的需要。伫无公平的所在，行出公义；伫冷淡的所在，换出疼心；伫骄傲的时，学习谦卑。愿阮的性命伫逐日的生活中，拢甲你做伙行。伫对待人的时，亲像你，互人看见耶稣的款式。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我
强守上帝的话，请咱献归圣经米迦书第6章第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做啥物是好，耶和华爱你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咱再来看一位圣经，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4节甲第8节。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边顶做所有的即首的，反倒摒空家己，取罗布的形状，成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以上。正道题目是心中减一点家己，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恁大家有新年快乐无？快乐的日子咧过足紧吼，一百年久，一礼拜的时间就过去。咱新春的假期就要结束，佑轩甲马瑞公嘛要倒去奥地利，吼。上帝互咱无论什么种的时期内底，咱享受上帝互咱的生命。今仔日牧师要甲咱来领受耶稣伊所讲的一句足要紧的话，伊讲心内颂扬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心内颂扬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咱若要领受上帝的天国。咱也感觉迄是一个足宝贝，咱已经爱留一个空间，毋是储藏空间，是一个生命中间上宝贝，你的生命心，互主将伊的天国的福气，甲伊家己放伫咱的内底。咱为着要领受主耶稣降临伫咱的中间，伊所赏赐咱天灵的福分，咱当心搁一摆来祈祷。主耶稣，你的囝儿查某囝就存伫你的进入你的圣殿，愿伫你的圣殿内底，当心来做礼拜。因为阮深深知影，当阮亲近你，你就甲阮相甲伫地。主求你帮助阮学习生命中间真宝贝的功课，就是常常占伫阮心中的，有时毋是上重要，反倒当有时是垃圾无好的物件。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对心中将自我做中心。用自我最中心的这种的态度，甲伊刷一边。主独独只有互你掌权，互你坐伫我心中的宝座，你做我的主，互我心中最荣耀的空间，就是上帝你圣神同在的所在，是你的至圣所，嘛是你圣神徛起的圣殿。恳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无论伫啥物所在做伙做礼拜，主你的圣神拢甲阮围围。甲阮自责，互阮进入主你的慈爱，甲主你圣神的充满。主，互阮的心中不但减少阮家己，搁较济，搁较济，搁较济，互主你的荣耀，互主你的尊贵，互主你的良善来充满伫阮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大大细细，拢领受上帝国降临伫地人，亲就伫天人。愿伫你的面前，较无的心来听你的话。求上帝你的圣神，将这个话变做活命，祝福所听见的话变做活我的活命。求你甲阮撒甲伫地，愿咱来恳求基督，我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咱要学习的两段的功课，一段是米赛亚，毋是米赛亚，米迦书第6章第8节，伊讲上帝对你所要求的是甚物？啊，你姊妹，这咱拢会晓背。上帝对伊所听的囝儿有所祝福，嘛有所求讨。上帝伊会互咱，但是伊嘛甲咱要求，伊互咱愈侪，伊要求愈侪。伊讲爱咱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相同行。啊，你姊妹伫咱祈祷的时，你爱常常问讲：主你所爱是甚物？你所爱的事我要做，你所无爱的事我要警醒，我不爱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米迦书后来到耶稣基督，伊家己来到这个世间，
只有一个人足清楚知影，当然足文道拢知影耶稣是基督，但是有一个真正深深入上耶稣是啥物人的保罗，伊讲伊本是上帝，却是屈嫁家己。今仔牧师要甲咱学习一个功课，叫做屈嫁家己。屈嫁家己是一个无简单的功课，因为咱拢爱人看咱有，人若用迄种无小心的，也是讲看轻的口气。比如讲，你去买物件伫百货公司，啊，你行入一个真水的物件，你想要挖去想要买，啊，迄个小姐，改成真看袂起咱，亲像咱就是一个草地上的人，啊，那像那噗噗啊，啊，伊可能想讲咱今仔日伊来招呼咱是加了时间的，用迄个无礼貌，用迄个无迄个眼神，兄弟姊妹，咱真容易，因为咱很在乎咱家己的地位。今仔我要甲咱讲，伫这个时代内底，咱的囡仔爱学的功课，就是放弃权利。当我甲一个牧师咧谈这个，伫我少年所读的一本内地会的一本册时，迄个册名叫做《你若要做一个成功好的宣教师，你爱修身学习的态度，就是放落你用你家己做需要，用你的需要，用你家己做中心，放弃权利，这个态度。啊！当时我甲人分享这本册时，有真侪牧师甲我讲，你毋好讲这种道理，因为这种道理吼，真侪人听袂落。啊，新学生听了嘛会惊着，毋敢去读新学院。我讲，伊若毋敢为着耶稣放落一切，安尼伊趁早惊着好啊！伊毋通去新学院，因为伊去新学院，伊不但会惊着一个主动人认捌耶稣基督。兄弟姊妹，这是今仔日咱这个时代做父母。嘛袂晓教咱的囡仔，牺牲就是吃亏吗？放弃权利就是无路用的人嘛？这个世间，逐个人愈来愈安那在乎自我的权利，对无？以前医生真够看患者，无论什么种来，伊足自由自在，伊就甲伊医治。即摆医生开始会自保啊，自我保护，恁知影无？惊什么？惊医疗纠纷嘛？这就是人自我觉醒对权力的要求了后，人伫这个社会产生质变、本质上的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耶稣基督。今仔日的腓立比书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咱对第40读到第8节。这段话咱叫人伫圣经的中间最要紧叫做基督颂，就是咧讲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样秀啦。耶稣本是上帝尊贵，但是却屈嫁家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真侪教会的领导者嘛无拄读这段圣经读有。我立志是要做领导者，我毋是要立志做人的奴仆，互人险来险去做车欠。但是耶稣却是做奴仆的形象来成做领导。所以后来2000年来到教会，有一种咧讲耶稣的领导，就是一种仆人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所以咱教会来要做上帝所欢喜的忠职，爱先学做服侍人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毋是空嘴报纸。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一项代志。这本册伊叫做放弃权利，但是事实上伊原文的册名嘛，毋是讲放弃权利啦，伊就是讲用真慎重的方式来使用你的权力，追求你的权力。伊讲权力是你的，还是上帝的？你使用你的权力，你追求的权力，迄个权力到底是为着上帝，还是为着你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有能力伫这个时代。咱对这个社会，咱会通带囡仔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年的总会有一个议题，就是要问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将来要怎样去？所以今年咱的总会伫4月9日了后，有一个主题叫做“神学教育甲宣教”。伫阮咧做筹备会的过程中，有真侪无共款的主张。有学校的新学院的教授。院长因问讲，为什么今仔日的青年无爱去教会？你敢无感觉青年无爱来教会？恁敢无爱来教会？为什么有真侪教会因感觉
青年愈来愈不爱来教会，毋是台湾的问题，全世界拢同款。50年来，美国长老教会在拦腰一半，搁在拦腰。主流的教会拢没落，但是人伊的老师教授伊讲，全世界毋是拢咧退步的教会，有的教会，伊伫遮尔困难的困境的中间，还阁一直咧进步。重点，教会有亲像耶稣基督无？今仔日咱做中级做保姆，为什么你的囡仔？你的囡仔有甲你来做礼拜吗？有时咱的囡仔无爱甲咱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咱讲的一套，咱做的一套。咱嘴讲的耶稣，甲伊伫圣经内底所讲的，看到耶稣，有当时无一致。所以你的囡仔甘愿安那？听这个世间的声音，较赢过听耶稣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咱的囡仔一定爱注意。你注意有去上课无？对细汉到大汉有无？你的囡仔无去上课，你会紧张无？大紧张啊，要变做中辍生嘞。但是你囡仔无来做礼拜，你会紧张无？当然嘛会紧张。所以弟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教出这种的囡仔是亲像耶稣，咱的教会嘛亲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放了家己，屈给家己，处萝卜的形象，这是世间人拢无爱。咱来去参加一个社团，咱来去参加一个活动，咱拢爱迄个招待吼，紧的对门口就甲咱带去上太头前，互咱坐伫上界主要的主位。啊，这恁咧办喜事，恁拢会请牧师去第首位。但是恁敢捌老就为何耶稣坐？讲牧师啊，耶稣毋免坐位，耶稣逐所在拢伫咧。是。理论上是安尼，但是恁好款待牧师，你好牧师代表耶稣，甲恁做欢喜，嘛甲恁伫重要真好的时刻代表耶稣。但是较要紧兄弟姊妹，咱邀请的是耶稣，毋是牧师。讲有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今仔日的世间人上惊就是吃亏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益。连囡仔出世，咱叫做人本，有无？所以毋是出世，国民学校囡仔伊是出世，人出世伊就受到国家的帮助。尤其到我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我真糊涂的爸爸，我甲伊办护照，办了毋对去，因为伊到我去美国，伊应该爱摕留学生的家属的护照。但是我无注意到，我想讲美国长老到毋是美国长老，美国的即个 AIT 吼是足聪明的，伊知影我是留学生，所以伊互我囡仔应该嘛是爱留学生的囡仔护照，迄叫做 B1、B2， 官方的叫做 B1、B2 啦。但是留学生的囡仔护照毋是 B1、B2， 我甲办的是 B2， 所以去美国无法度读册呢。后来就四界去走状去拜托，去当地要改迄个签证。有牧师娘带阮。专家去拜访迄个美国伫肯塔基路无迄个海关签证的所在，迄个签证的公务人员，伊感觉真气愤。伊讲学校较会使拒绝你的囡仔读册。我就甲讲，我签证签毋着。伊讲无论合法无合法，囡仔来到美国，伊就受美国的宪法甲国家保护。所以任何囡仔伊若伫美国，伊到读册的时间，伊就是需要，伊就有权利读册。这叫做伟大的国家啦，权益，强者公正，弱者安全。但今仔日牧师毋是教恁打肿脸充胖子，毋是。权力拄啊好就好，权益不是无止境的要求。咱知咱的今仔日个时代，人追求这个权益。愈来愈济，但是无一定愈快乐，对不？你有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舍与得爱真平衡。咱付出的，甲咱得到的，爱真平衡。人若敢若直摕，有一日咱到亲像迄个资源回收的迄个厝安尼啊，对1楼到3楼，大家空间拢同保特瓶啊，遐真侪遐啰嗦废纸啊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咱的人生爱会晓给予，
在给予的时候，我们便有所得；在给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喜乐。咱会感觉，我为了主，我做一项代志，就是怜悯人。像你即么人的存在，毋是干那钱；人的存在嘛，毋是干那权益。有当时，当你放下权益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安尼做是对的。事事啊赢，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古早人、时代人甲咱讲，你今仔日去上班，今仔对着委屈，有当时好亲像天塌下来，但是不要紧，毋通急，事事啊赢。所以，你们愿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无亲像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做耶稣是永远会当明白，什么是入天国，什么是得到永远的永远活迄个迄个锁匙。耶稣甲伊讲，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家业，然后你来跟对我，舍去跟从。这是两个对耶稣真要紧的功课。但圣经讲，这个少年人忧愁头壳累累就离开。后来有解说，讲这个人真好惊，伊放袂落伊的家产，所以伊讲这个耶稣才讲一句话。讲天好业人入天国恶人，耶稣学生嘛，甲伊回答讲：那安尼，啥物人会当入天国？偏讲阿都无一个人有迄种气魄啦。兄弟姊妹，毋是2000年来有真侪甲耶稣同款的人，屈给家己除了萝卜的形象，真做人个顶死，死伫是为个顶关，然后个活。至于死地而后生，今仔日。十字架的道理，也只是话咱做基督徒，一世人无一定明白十字架伊真正的奥妙。至于死地而后生，这是一个中文，但是耶稣就是死伫十字架顶悬，然后搁活。以后世间人知影讲，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无简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因为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咧挑战。听道理的人，兄弟姊妹，咱若听道理，毋捌拄着迄种心内的冲突，那安尼迄个道理毋是真正，是你所需要。若是真正你所需要的道理，是你听了，你会深深去思考，讲我甘愿意用更较大的代价来换上帝所要予我的天国。天国若是遐尼好，天国若是遐尼宝贝。我敢毋是应该伫我的生命中间留一个空间，互上帝伊的宝贝国会当临到伫我的心，亲像伫天堂共款。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你通花手伫你的心内，你甲主讲：主啊，伫我的一生中间留迄个无需要的欲望，伫我的生命内底留迄个无需要的欲望，无正确的欲望，主，你将迄个欲望摕掉。互我安然自在，互我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对主你的脚步。今仔日个圣经记载伫咱的这个金句，伊讲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虚心的人，虚心的人的意思就是讲，摒空你家己，去自我中心化。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去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重要，人常常感觉。我是上重要，但是伫圣经中间有一种的功课，叫做去中心化，就是讲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内底，搁有你的杯仔内底若拢遐个生，毋是生菇，臭酸气的物件，或者你敢会搁将一个滚水放你内底安啉落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面对你家己的需要，看你的内心，愿上帝国降临伫你的人生中间，愿上帝国进入你的家庭，也伫咱共同的教会。所以耶稣咧呼召学生的时阵，有两个动作：第一，放落家己背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放落家己背十字架。那安尼十字架是甚物？是不是其实咱人生生命的使命，咱的目的，咱伫人生中间会通为上帝所做美妙的事。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讲少一点自己，
另外一个较积极的用，多一点什么？多一点耶稣，多一点天国，多一点别人。咱的永远用家己做中心，咱袂去考虑别人。但是，咱的心内若多一点耶稣，我们会看见一些需要耶稣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对你讲话，伫圣经中间四本的福音书拢讲着即句话。然后人要做我的学生，就要来跟对我，放落家己，将你的主张，将你的想法，将你自以为是，将你用家己做中心的，迄种的态度。主啊，我将我请一边，主，我邀请你进入我心中掌权，你伫我心中掌权，你伫我的生命内底，你做主。兄弟姊妹，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课，教会上重要的功课，就是上帝做主。上帝所讲的话准绳，毋是你讲的准绳，我讲的准绳，毋是。伫咱中间拢会有冲突，迄叫做利益的冲突啊。人会乱吵吵，最重要、最大的困难就是，当人面对家己的利益还关系的时阵，六亲不认啊，有无？那为着产业爸母离开了后，兄弟姊妹冤家怎变过啊？兄弟姊妹，利益拄好就好，适当。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来跟对主耶稣。所以一个会晓将上帝摆伫你的生命中间，互上帝坐伫你的心中、心思意念、你的价值观念的上重要的地位，你会有正确的价值观。然后，你会享受一种非常尊贵的人生。一个若有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伊袂自卑感，伊嘛袂感觉讲一生有所遗憾，因为咱若真心跟对上帝，咱若真心跟对上帝，咱的是上帝的，上帝嘛是咱的。这个道理好讲，但是歹了解。上帝啊，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嘛是我的，这种基督徒较济。兄弟姊妹，咱的嘛是上帝的意思是啥？当若有欠过的人，咱敢甘，咱肯，牺牲淡薄，咱甲伊安那分享。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少一点自己的人。神就能够为他成就更美的事情。兄弟姊妹，一块碗原本迄内底的物件，若臭酸，巧的负责人，咧料理家庭的负责人，巧的物件，若迄个鼎面内底卡汤，若臭酸的，伊会捧出来，伊的亲人食无？我断袂，一定会甲伊讨讲，因为多吃无益。反倒会败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真少来听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到底甲咱讲什么话？兄弟姊妹，有耳孔的人就听，毋是听牧师的讲道。牧师是上帝圣经话语的罗卜，牧师的责任是解说圣经互咱听。牧师是上帝话语的罗卜，有耳孔的人就听，毋是听牧师的讲道，是听。圣经讲解出来，伊的信心。上帝捌指示你是毋是好？兄弟姊妹，你敢认捌？伫你的一生中间，当做何事为美？对少年到年老，你捌真认真教你的囡仔选择伊的职业？你捌真认真教你的囡仔选择伊的将来？你捌真认真教你的囡仔认捌正确的圣经内底的价值观念？捌无？或者你是用你的价值观念来教你的囡仔，什么叫做成功？人若讲会趁钱叫做成功，人若讲社会地位较悬会当成功，人若讲伊伫社会中间是会当欺派别人的人，迄种人叫做成功的人。兄弟姊妹，这毋是圣经内底伊的假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和华指示咱什么是好。愿耶和华互咱心中有智慧通明白，
行讲伊全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今仔牧师讲的主题就是这三项的上尾一项，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兄弟姊妹，若毋是谦卑的人，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圣殿。这是2000年来伫灵修传统中间常常出现。伊讲谦卑就是一个楼梯，一摆谦卑，两摆谦卑，三摆谦卑，四摆谦卑。这个楼梯，谦卑的楼梯，会引带人到伫上帝至关的圣所。所以2000年来灵修中间安尼咧教人灵修，就是一个若未晓谦卑的基督徒，伊就是还无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未晓谦卑的基督徒，伊真困难进入上帝的至圣所。兄弟姊妹，谦卑歹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神凡事都能。伫咱困难，但是上帝帮助咱。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圣神换手伫你的心上，互咱没有为难之处，好不好？求上帝互咱头放自由，互咱安稳自在，也互咱听上帝的话，无心中感觉见笑，无心中感觉凄惨，无心中感觉倒撇。反倒当咱安静讲，主，今仔日你咧对我讲话，我知，主帮助我，主帮助我。因为你既然试察我的心，是为着要提升，你要提升我，伫谦卑的中间一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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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当到上帝你的圣殿，调给你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留予咱的模样。圣经腓立比书保罗是一个真正是第一代认捌耶稣基督的使徒。伊讲耶稣反倒当摒空家己，将伊所有的，所以保罗有另外一句话讲：耶稣本是富足，他本是富足，却将他的富足丰盛，互世间人摒空家己。互伊周围的人真做一个享受到有剩，然后伊才知影贫穷。伫灵修的中间，咱甲这种的态度称为神平心性的简朴的生活，甘愿为上帝过颂扬的生活。恁拢捌看过这种人，但是咱无一定会选择这种的人生。咱常看会到就是阿嬷。搁另外一个咱捌听过的人叫做德蕾莎修女，伫印度。搁有伫波利波基，最近拄70周年，因咧感谢早期波利的创办。兄弟姊妹，咱拢看过这种人，但是咱无一定愿意成做这种人。但是这种的人是军队耶稣，兄弟注意，那军队耶稣的人，伊值得咱军队。你敢愿意为着耶稣基督？摒空家己，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对咱提出挑战，一点、一摆、一摆提出邀请。德蕾莎小女伊咧鼓励伊身边的追求信仰的人，伊讲踏出第一步，再过来就不再那么困难。第一步，第一项，拍开咱的心门，这个动作，第一摆甲主讲我愿意。第一摆的幸福，第一摆的幸福家己，谦卑家己。第一摆，若开始，圣神入来了后，咱就会自由自在，会活泼。兄弟姊妹，你若有为难的事，唔免太过于苛责，你发手。你讲主，今仔我听到圣经的话，某一句话对我来讲，我感觉有困难。主啊，怜悯我的信心无够，帮助我。亲爱兄弟姊妹，愿咱拢尊贵，愿咱拢享受主耶稣基督真做咱的主，摒空咱家己，才会当承受主耶稣。阁有保罗是一个懂得耶稣基督的心。今仔日牧师读这个话，牧师要用这句话鼓励你。在你的生命中间，你需要一个好的老师，伊唔是叫做庄孝生牧师。
咱每一个基督徒，若要成做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咱需要对圣经内底好的使徒，甲伊产生一种生命的互动。恁爱读保罗的批，通过保罗的批认捌耶稣基督。保罗是一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伊对整个福音讲甲非常的清楚。伊讲，若毋是圣神踮伫人的内心，无人会通明白上帝；若毋是上帝圣神踮伫人的内底，嘛无人会通知影伊的一生的生来规划人的事何去何从。愿弟妹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是保罗的主，主耶稣，你嘛是我的主，你愿意吗？主耶稣，你是保罗的主，我嘛是你嘛是我的主。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主耶稣互咱靠，这主耶稣互咱学，这主耶稣互咱学习，这主耶稣将伊的心放伫咱的内心，伊的心跳。咱的生命产生共鸣，愿弟妹上帝用伊的听，摸你的心。你甲主讲，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来活。今仔日在活，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活。今仔日的金句第一句讲：当我已经将我家己甲耶稣基督当钉伫十字架顶悬。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你旧的生命交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吗？爱改变，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好，爱伫真光照、真道的顶悬来改变咱的生命。求天父上帝帮助。腓立比书第2章第40到第8节是一个真重要的圣经内底讲到耶稣基督伊的形象。一个人若不要谦卑，一个人若用家己做中心，就是表示伊对耶稣的认捌了无够。一个真正认捌耶稣基督的人，伊愿意亲近耶稣，互人无保留，摒空家己。愿弟妹上帝祝福咱，做伙组织对上帝得堂教会，咱做伙起做一间，互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差派。伫这个所在教示，互咱的生命亲近耶稣基督。腓立比书教咱讲，耶稣是一个放下自我权利的人。放下自我的权利，重要就是讲，将你的价值观念，将你的心思意念，对家己，敢若看家己，我倒转来，只有看上帝。将咱生命的重点转移在上帝的身上。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兄弟姊妹，读圣经的目的是为着要认捌主爱什么。读圣经的目的是为着要爱了解上帝爱咱做什么。存谦卑，存好公义，存怜悯，谦卑，甲上帝同行。愿弟妹上帝帮助咱。今仔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40节安尼讲：恁逐人无伫顾家己，也着顾别人。那用耶稣话，伊叫做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呼召咱，互咱伫心中无勉强，咱真正会当互主以家己的话，成做咱的话，也伫咱的人生。学习咱的主耶稣基督，摒空家己，屈给家己，屈就自己，屈给家己。兄弟姊妹，屈给家己，毋是失去家己的自尊，毋是；屈给家己嘛，毋是失去你的信心，毋是；屈给家己是一个谦卑，是一个有听怜悯的心，迄叫做屈给。你若看到一只狗仔去互车咬着，伫咧路边无法度爬起来，你会活去甲伊帮衬吗？迄叫做屈给。咱若看到有需要的时，咱的救军，咱的陪伴，咱怜悯的心油然而生。所以听的姊妹，动物甲动物都会安尼。阮兜迄只老汉仔，一礼拜上帝甲伊带倒去，在天堂食做会飞的狗，会飞的狗啊！
伫咧暗头啊，伊渐渐愈来愈无呼吸，到伊无呼吸的时阵，我甲陈牧师甲伊带起来。带了，我发现咱教会有一只野猫叫做小菊啊，迄是一个细只就互遗弃的猫啊，目睭因为妈妈无甲伊清好清气，所以迄个出世的猫啊目睭就发炎，所以视力足无好。竟然小菊当我甲汉娜带了，伊去拍伫个汉娜的身边，连动物朝夕相处一段时间。狗甲猫是原本是不相往来的，但是竟然小菊去拍伫个汉娜伊身躯边，或者咱无敢有比狗仔甲猫仔较无路用吗？兄弟姊妹，无看见家己，屈家毋是自卑，屈家毋是自卑，是谦卑，是一个选择。保罗讲，当我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当咧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话，兄弟姊妹，当咱经了上营，要离开到礼拜堂之前，你发手伫遮祈祷讲：主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我成做新的人。主耶稣，今仔日的礼拜，我要成做新创造的人。求你踮伫我的内底，互我成做新创造，旧的代志拢成做过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到世间的路尾，咱的主耶稣拢甲你三脚伫地，咱的主耶稣拢甲你三脚伫地，嘛甲你的囡仔三脚伫地，愿主甲咱三脚伫地，因为伊听我，为我放上伊的性命伫十字架顶悬，伊为我死，我要为伊来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年头到年底，无事甲咱分享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天天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你的胸前有一个十字架，你会当常常按着十字架祷告。主要说，这条十字架的项链提醒我属于你。主要说，我伫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承诺。我要将我的一生献予你，祝福我一生叫做无病恶语。你若肯使用我，照你家己的旨意来使用。主带我，主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兄弟姊妹，将神摆在首位。咱若要做基督徒，爱做真的基督徒。咱若要做基督徒，爱做真的基督徒。牧师一开始有讲。有时咱的囡仔无去教会，为什么？因为咱所讲的耶稣，咱所讲的信仰，甲圣经所讲，有时有距离。这句话毋是我的话，我捌甲恁讲一个人叫做约翰斯托德。伊讲为什么正教会拢做拍拼咧做宣教的事工，但是效果较遐尼歹，挽不住的人口的流失。是无智慧吗？无信任伊的老师吗？毋是啊！全世界主流的教会、欧美的教会、外面做信仰家，但是挽救不回来，这没落的教会。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咱无真正用耶稣基督的方法做咱的方法；第二，咱无耶稣基督的圣神活伫咱的生命中。这嘛是阮伫总会咧讨论讲，为什么有的教会一直咧衰烂，但是有的教会却是伫急流当中却是一军独起。其中比如英国对无？就是有活命、有圣神、有上帝的教会，无论什么种情景，伊拢是成长的教会。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你若愿意，你甲主耶稣说要讲，主我愿意，我愿意每一天。等我身躯了，我开始挂咧我的十字架，这十字架，一直到我睡觉之前把它拿下来。刚才有当时咱咧困，咱嘛无拿下来，不要紧，24小时都带着耶稣基督。愿上帝甲咱三脚伫地，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他。
保罗讲：“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同定伫十字架。”兄弟姊妹，将你的习惯、将你的个性、将你的错误的思想、将你旧的老我、情欲的迄气的人，甲耶稣同定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怜悯咱，主耶稣怜悯咱。来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咱的心，互主对咱讲话，互咱听得懂耶稣的心跳，心中少一点自己，因为上帝国就是咱的。愿咱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将你心中内底勒索拿掉，互耶稣成做你的帮站。主甲你三角地带，谦卑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谦卑的人福气，因为上帝国一个谦卑的人，伊跪落来顺；一个谦卑的人，伊跪落来祈祷的时，圣灵翩然降临。上帝圣神是来到谦卑的人的生命中，将咱家己摆一边，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将咱家己摆一边，互上帝伫你的心内做你的主。主帮助咱伫第二个祈祷，时间了未？第二个祈祷，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囝，爱会记得，因为耶稣讲，天国是恁的，天国的囝爱亲像老爸，咱的老爸伊爱什么？今日圣经讲，爱你行公义。爱你心存怜悯，爱你谦卑，甲上帝同行。谦卑甲上帝同行，就是心存敬畏的心。敬畏上帝的人，诚心就甲伊撒甲地地。愿天父上帝，互咱知影，今仔日牧师毋是甲咱去做去食。有个人咧讲，牧师你拢太高调，太理想化。你安尼教阮的囡仔，阮的囡仔若逐项拢放弃了了，有着1200啊。兄弟姊妹，那1200是上好的，因为独得天国的头彩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这毋是理想，这是圣经，这是信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主讲，主，你赏赐保罗的灵，你赏赐保罗的圣神，嘛甲我撒甲地地，好，帮助我，互我亲像保罗，懂得你的心跳。听得懂你的声音，我亲像保罗会当捌你，甲接深，会当捌你甲接深。最后，咱都要甲保罗所甲咱讲的话，心中多一点别人，无你干那考虑看顾家己，无你干那顾你家己的权益，分享、怜悯、体贴，分享我你的身边的人，体贴你身边的人，食一点仔亏。当作是荣耀上帝，主啊，怜悯你，因为你本嘛是对我安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什么叫做听？放弃权利，其实就是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3章，较通常互人隐藏无读到的话，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咱拢读迄个爱的诗篇、爱的真谛，但是咱真少读这三句话。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的圣神降临伫你的心内，伊的话入你的耳孔，直到你的心思意念。上帝的话入咱的耳孔，直到入咱的心思意念。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同齐伫你的圣殿，为着阮的生命的改变。阮发出祈祷，主，阮要将阮旧的活命，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我，互我会当学习你的模样，摒空家己处萝卜的形象。主帮助我，常常屈给家己，摒空家己，为着要得到你天国福音的充满。主，你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伫因的人生中间。嘛，承受上帝国临到，伫心内亲像伫天灵。主，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应答上帝的听，请咱献开圣诗第397首。耶稣听我，我知命，请咱起立全首。请坐，奉献。咱请陈牧师。
咱真欢迎今仔日有一个真特别的人客对德国来甲咱倒来伫台湾，来甲咱做礼拜潘兄弟吼。世界真细，因为刘义民去德国一年志工的时阵就好甲潘兄弟有熟悉伫遐有照顾伊吼。咱请潘兄弟起来，咱阁有就是洪万富副院长甲即个太太吼，因夫妇伫咱中间吼。会使呢，好咱今仔日嘛真欢喜，慧轩甲雨盼吼慧轩甲伊先生雨盼，因第一摆来做礼拜哦吼，第一摆来做礼拜，恁来头前牧师甲恁祈祷吼，来牧师先甲恁祈祷。恁来头前牧师甲恁祈祷哈。慢慢的该传来干做礼拜哈，咱来为他们开心高兴哈，上帝的保守，咱做来祈祷哈。转伫你的面前，为着预判来祈祷，主求你祝福这个细囝，伫做你的听的内底，互因成长。主祝福慧轩因夫妇伫因所对上帝你领受新的活命，是一个稳定的礼物。主活命是你所享受，求天父上帝赐阮，互这个囡仔。伫你的圣神的帮助，伊的一生的成长，亲像耶稣基督，伊的心量哪加天，主的听甲主所享受的智慧也哪加天。主将预判交伫你的手，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基督我个所有性命，阿门。耶稣爱你。咱等下为着咱的主日学做这个主日学的祷告咱嘛来请佑轩，恁当时要倒去迄个奥地利？3月初哈，你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来？安尼来，牧师为你们祷告哈。嘿，来，我们的马里克加佑轩哈咱真欢喜伫过年，因会当倒来台湾过年。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佑轩甲马瑞克欢喜，因为你互因伫即个教会中间，真对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主你享受因的恩赐，愿因分别做成献互你，互因会当用因的生命、用因的诗歌来学到上帝，也因所教的所在，主你的稳定甲因陪伴，互因伫跨文化、伫异地、异乡，上帝你的稳定甲因同在。主你所享受因这种真特别的天分，求天父上帝，互因也用因的天分来荣耀上帝你的性命，带因出入平安，直到后厝因搁倒来到台湾，愿会当搁相见面。愿主你保守因的脚步，保守因手所做的工，保守因伫生活中间，用你的面的光照因，用你欢喜的面来看因，祝福保护因，基督个所性命，阿门。阿门。God bless you。好，咱即摆来念一条诗歌，耶稣听你。咱用这诗歌做咱的祈祷，咱为着咱的心祈祷，主耶稣的听是咱最大的瓦靠。愿主耶稣的听，真做咱最大的福分。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从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你会听你。
当心来祈祷。主，阮有兄弟住伫病院咧恢复的中间，主，阮有许多人伫厝里身躯软弱。主，阮伫你面前为着所有身躯欠安、心神欠安，袂通亲自来到圣殿来甲你敬拜，来敬拜你的阮的兄弟姊妹。主，无论因伫什么所在，愿主你的恩惠，愿主你的权能甲因同在，用你的疼放伫因的心。主，阮特别为着阮的教会。阮的许多人，阮的长辈，祝福阮的许多人甲长辈，因每一日拢领受上帝你的开达。主啊，因对上帝你领受你的光、你的风，甲你的圣神。祝福因每一天拢安稳自在，出入平安。主照顾因，当因孤单的时，愿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感受到上帝你的疼惜。最后为着阮教会出外的青年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保守出外的阮的青年，无论是伫做兵，无论是出国，无论伫外地工作，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出入平安。祝你圣神甲因同在。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生日的人把亲顶礼拜有倒来，咱来请以柔美秀，从容、郭嘉欣、雅玲、汉金、泰郭真等户美秀，咱做伙来祈祷转伫你的面前，为着这礼拜生日，所有的兄弟姊妹，无论因会通倒来到教会，或者伫外地，主，阮为着因的生日，恳求主你施恩祝福，主你用你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你用你的恩惠。填满因生命的杯，主啊，等阮少一点我们自己，我们就多一点上帝；少一点自己，就多一点天国。愿天父上帝，你甲生日的人，甲美秀，甲所有这生日的人，三甲地地，祝福百姓，互以柔，互从容，嘉欣、雅玲、汉金，甲登户。主你保守因，照因的需要，主你扶持帮衬，照因的欠缺，主你加添稳定。主你伫因的骹步顶悬，主你扶持，互因会当骹步在我，伫因过来1年365日，每一天拢甲主你同行。我安尼恳求祈祷，我可以所有圣命，阿门。好，生日快乐！咱来请迄个主日节家长甲囡仔来头前，咱来为着这礼拜开学典礼咱来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全部不是主日学尔所有的学生，咱今晚来你读册，请恁来头前。咱的家长会当甲你家己的囡仔徛做伙家长甲你的囡仔徛做伙牧师咧祈祷的时，你嘛当为你的囡仔祈祷牧师咧祈祷的时，你会当为你的囡仔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囡仔成长来祈祷。主，你赏赐因伫阮的家庭，因毋是干那阮的产业，因是阮的生命。主，每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顶悬，有需要上帝你的稳定，求你照顾齐宣、千亿赏赐因伫因的课业甲因的专业的顶悬，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施恩祝福。主，阮为着圣云祈祷。我嘛为着圣诗祈祷，为着慈心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互因领受上帝你圣神所带来成长的快乐，亲像春天的风奔入因的顶悬。我为着亚泽亚面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安为着义慈，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我嘛为着娱乐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甲娱乐所同在。主啊，为着诚心诚好，恳求主你施恩祝福。主啊，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会当有快乐的童年、青少年，甲长成的青年的时期。主，你的圣神，特别是通过上帝你圣经真理的话，互因真正有智慧的囡仔，为着惠安、
先来祈祷，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惠安甲佑心因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嘛，求你甲阮的所有兄弟姊妹同在，互因做有智慧的爸爸妈妈，特别有上帝你的圣心，因会晓将因的囡仔带到主你受阮做情。阮将所有遮个做老爸老母的人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守护你圣心帮助因，互因照上帝你的方法，用上帝你的话来教育因的囡仔。祝福遮个囡仔伫主你圣洁的道路顶悬来成长，伫侪侪试探甲引诱的过程顶悬，得到保守、得胜、甲有春。阮恳求天父上帝伫新的学期，你守护智慧、能力，甲因三个地地。阮来恳求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加油！上帝赐给你们智慧啊！上帝赐给你们智慧。咱来请师傅报告，哈，咱请师傅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汀州聚会出席65人，奉献9320块。新春礼拜出席107人，奉献是6360块。主日学8人，祈祷会咱暂停。本周聚会，主日礼拜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三更班拜六9点到7点半咱拢暂停。圣诞活塞后礼拜，书会咱请张文芬执事、领诗刘玉成、苏琴、陈美秀执事、书献交代请尤丽芬、郭玉玲执事，爱餐请李淑清姐妹。新安宫读经表咱照这顺序表来领修。具体交通，第一，3月初有圣餐的礼拜，礼拜后有中职会，请中职准备心。第二，3月30到4月初4是受难周，有受难周的礼拜，请备办心来参加。4月初5国外节，期待受洗的兄弟备办心、属心、报名真理的门道。第三，3月初7拜六下晡1点25分到3点半，中华中会妇女部有举办世界祈祷联合礼拜，地点伫学兴教会。有要参加，请文芬执事来报名，报名到2月23号。第四，咱为生日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请会计人员来做更正。大道事项，第一，为新生欠仔的有庄人聚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大道。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大道。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大道。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来大道。以上，咱只是来因上言的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立专首，因是大声做魔术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且坐灭道必会。